这就是你找的地方。虽然很小，但住起来应该很舒服。以后这片地盘归我所有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上这个床。卫生间使用呢要用空气清新剂，一定不要用薰衣草味。然后再用消毒液把马桶刷一下。这个地毯我不喜欢，你快去把那堆乌七八糟的东西给我扔了。有时候记得让这先生。天哪！还有这个台灯，你是找了整个天还是在找一个这么丑的台灯吗？你以后再让我看这窗帘，我就不回来了。还有这张床，以后再让我看见它，你就不要回来了。我平时的工作真的很忙，所以呢，以后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来。当然，内衣我可以自己洗。哦，还有那个衣帽间是我私人所有，你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许出现在里面。那你还有什么想法吗？不是啊，没有就好了。那我也挺累的，就早点休息吧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周到我家吃。不是，这么大的地方都是你的地盘，我到底去哪儿啊？哦，看起来软绵绵的还不错嘛，看我多替你着想啊。妈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妈，您别瞎想，我这工作待遇特别好，等过几天我给您接天海，再好好把病给治了。哎呀，真的，我这工资可高了，您就听我的，我这有钱。那您注意身体啊，我挂了。李主任，这仓库的货物怎么比单子上记的数目少很多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云总，前2天我们刚发了一批货到云山仓库暂存了，所以啊，你看到的不是全部的货。是吗？我昨天才跟云山仓库的王主任核实过，他也查过对货单，他说最近1个月都没有任何货物进出过他们的仓库。李主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，等回头我再重新统计一遍。仓库总共就这么大，怎么可能记错呢？云总，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，请你们先到办公室等我。云总，哦，你就是那个新上任的总裁吧？这3个月不给我们发工资，整天出来压榨我们，你还会做什么呀？就是来了，今天你就给我们一个说法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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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说法。你们这样对红菱的总裁，
好像不太礼貌吧？闪开！你们是想进监狱吗？说，是谁带头的？是我带的头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我们辛辛苦苦工作，为了什么？就为了这么点工资养家糊口。你们扣了我们工资，就该打。没发工资就这么大仇吗？是不是有人指使你？快说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自己的主意。好，我答应你们，我会明查事情的真相。如果真的无故被扣工资，我一分都不会少你们的。秦雪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就这么处理了？先这样吧，查明真相再说也不迟。喝杯水吧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拖欠公司这种事儿。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一定要查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何兰呢？他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晚点到。我们先开始会议吧。在我们红鼎集团，竟然出现了拖欠员工工资和货物丢失的问题。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据我所知啊，这间仓库应该是由韩副总负责吧？韩副总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想说我克扣了员工的薪资，倒卖了公司的物资了吗？韩副总，你误会了，我并没有说你会在乎这些蝇头小利，但是你没问题，不能代表你的手下也没问题吧？再说了，这两件事儿全发生在你的管辖范围内，难道你不应该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吗？我的手下对红鼎忠心耿耿，不可能私下里违背我的意思，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等于这些员工的薪资和货物都凭空消失了。你们两位不要吵了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彻查的。我倒要看看问题到底出现在谁身上。云总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，我一定会查得水落石出，而且拖欠员工的薪资，我们也会立刻下发。好你个徐若海，居然让云柔给你撑腰，敢跟我作对，反了他了！韩总心里犯不着跟这种人计较。李楠那边怎么样了？韩总，您放心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不会有人找到的。仓库那边呢？肇事的几个工人都已经走了，剩下的工人什么都不知道，谅他们也查不出来什么。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，不然我们就被动。韩总，您放心。请进。
林总查到了，您看，这是近6个月来所有的进货单和出货单的对照。云山仓库那边每个月的出货量都不足进货量的1/3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剩下的2/3去哪儿了呢？你好，请问您找谁呀？我找段飞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段飞？您找他什么事情啊？我找谁还得告诉你一声啊？当然要问清楚了，我要晓得你来干嘛的，知道不？我是他女朋友。你是他女朋友？我来找自己男朋友有什么不行的吗？方队长，何主任，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段飞的女朋友来找他了。段飞的女朋友？段飞有女朋友了？我跟你们再说一遍啊，不要什么人都放进啊，注意你们的素质啊，职业素质啊。段飞哥，你来这干嘛？当然是来找你的呀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跟他们说我是你女朋友，他们当然就让我进来了。你说你是我女朋友啊？是啊。你怎么能乱说呢？我还没说什么，你怎么先不乐意了？你知不知道为了见你我有多么的不容易？好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别影响我工作。你没有想我吗？赶紧回去吧，被你妈知道又要教育你了。我就不回去。可能落车里了，我现在去找啊。你说你怎么样才能喜欢我呢？其实吧，我喜欢文静的女孩子，你太闹了。文静的女孩多没意思啊！女孩子不能太闹。行，过不了几天呢，我就会变成安静的没声的女人，到时候你就喜欢我了吧？行，我一会儿就走了。你跟我照相。不要。好啊。那你亲我一下。你别再无理取闹了。行，我走行了吧？我真走了，真走了。段飞哥。来，喝杯水吧。谢谢啊。哦，你看一下这个。好的。不要脸。没什么，继续看吧。谁不要脸啊？
方队长，是我。我想请你好好管理一下你手下的每一个员工，不要随意让乱七八糟的人进入红顶，更不允许员工在上班的时间做工作以外的事情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是跟谁呀发这么大火？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上班的时间不好好工作，根本就不能恪尽职守。你看看，别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呀。好，我不生气了。我下班之后想去趟仓库。好啊，我陪你。不用了，你家离得远，早点回去吧。哦，我的云总这么体贴呢。那我多陪你一会儿啊。好好看吧。韩总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说。您太善，您的善会毁了您的目标。也许到那个时候，您自身都难保。属下觉得，继续说。红鼎集团能够走到现在，这其中经历的风风雨雨，我不用多说，你也清楚。您是这家公司的创办人之一。现在天海市群雄割据，几家大的集团实力雄厚，如果不用一些权宜之计，一保集团，二保您自己，您这位子。高队长，我没想到你还有这份野心和手段。韩总，您在集团是出钱又出力，您都这个年纪了，凭什么还要给别人的家族企业做贡献啊？韩总，无毒不丈夫。志清，干嘛呀你？从刚开始和你接触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。芷晴，我愿意为你付出我的一切。说完啦？芷晴，你有完没完啦？原谅我。你干嘛呀？你赶紧起来呀！我让所有人知道，我陈诚现在只喜欢你一个人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反正我要去法国了，不用你陪我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芷晴，干什么？哎呀！芷晴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一直找你呢。你们想干什么呀？上次你让我们帮你办事儿，结果你倒是跑得挺快，让我们被人揍一顿。今天也让你尝点滋味。陈诚，放慢。没事吧你？看样子有事。谢谢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说路过，你信吗？路过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好人做到底吧。给老大打个电话。哎，老大，你猜我跟谁在一块儿呢？好，
酒吧见。走吧，跟我去天堂。酒吧。哦。哎呀，对不起。吃点拉面吧。哎，等等，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云总，上次拖欠的工资都发给你们了吗？没拖欠啊。云总，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你上次不是说公司欠了3个月工资没发吗？没有，工资一直按时发着的，员工福利也很好。云总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如果没有拖欠工资，你们为什么要闹事儿？云总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你们李主任呢？李主任，好几天没来了。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这个我真不知道，云总，不好意思。